有中国快艇走去到偏湖海域掠小光啊，佮甲咱渔民掠到海产工具拢抢走。海巡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快艇随选去。台南安定有这电镀工厂下瀑布药水发生意外，产生裂气，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呼吸道受伤，6个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台中大桥有一台台电工程车伫路口含沙石仔车烧弄，其中一个台电人员喷出车外送病院救不回来，另外3个人是受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新闻，我是嘉豪。有一只中国快艇呢，昨走到偏湖海域掠这小光啊，佮甲咱的渔民欺负，甲这海产啊，还佮工具拢抢走。海巡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想袂到这中国快艇就随来选去。海巡也讲，未来会调派这大型舰规划巡逻任务。另外，伫咧同一天呢，这海巡也伫咧新竹永安外海掠到一只中国无准名、无准籍，而且是无登记的油料船，这只船本体想要是偷选去，目前呢有该掠倒来调查咯。中国快艇就安尼出现伫偏湖海域，当时放军钓小港作业三季，这只无准籍的中国快艇，若是外界掠小港，也强行收走咱国渔民的渔区甲渔获。海巡到场的是快艇已经走到无看影。抵达通报海域后，仅发现本国籍船只，经询问现场作业渔船，均回复未发现陆籍小型快艇。本队将持续针对可疑快艇深入追查。那快艇渔民迄日透早伫西浅渔场，也看到2只中国大型渔船放落真侪只小船。中国船的干扰行为对偏湖渔民来讲无耐煞也无稀奇，真侪中国商夫也是外界渔船下钓工无开 AIS 自动识别系统，规避海巡追查。12海里内巡防艇的雷达一定会侦测得到，侦测到目标是不是大陆渔船，我们要用肉眼去判别。大陆渔船会在船旁边加装铁棍，阻挡我们的船登检。偏湖海巡表示会请求大型舰支援协助，维护海峡甲渔民作业安全。若是偏湖同一日伫永安外海有一只可疑中国船只，若拒绝检查也逃走。去前面。3名船员拢无身份证明文件，这只无准名、无准籍港甲准籍登记的三部中国捕鱼船，载有50万公升的油料，提供其他外界船的油料补给。前往永安外海西北20海里处查处可疑目标时，发现一艘无船名大陆船舶，那本队同仁立即将其带返台北港查处。海巡组织中国船只外界补给，各将船押回台北港留置调查，有计3个月来做出处分。海巡也会继续监控海面动态，以阻止中国船侵扰咱国海峡也是渔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有言论自由，无代表讲这话会当三个黑白讲。有一寡中国配偶呢，伫咧做梦情，伫网络顶头公开发表讲，用这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互政府废止因的居留许可，爱限期离境。这内政部在今证实讲，这3个人的健保呢，含这居留期间的工作权利已经取消。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行政和司法系统针对这个案件拢已经有裁决咯，也已经有解说啊。新闻出来了，我们确定要必回大陆了，通知一下你。恭喜！台湾真的中华人合体地步互相拘收，继续刘培雅也因为鼓吹武统，互移民署限期离境。刘培、小美、文琪也同款防废止居留许可证。内政部更加证实，依法因连健保工作权也拢会互强制取消。在我们对外发出行政处分的时候，就一并通知户政单位取消。不过，事实查核中心当做中正大学传播系罗世峰教授认为，判决裁定未当充分展现保护人权的担当，甲无符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提起的，会当证明因的言论有直接甲及时的威胁。反倒政府的做法会让两公约变成打压异己的工具。不管是行政系统或者司法系统，对于这件裁决的案件已经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多做说明。刘世峰表示，个案若不服，会当行诉权定诉救济。也不过在野伫废业之期，直接赶出境，敢是符合言论自由国家？3个陆配被处分，对不对？那就是3个家庭。当然，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主权的安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没有错。可是我们也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我们现在不希望我们的移民署或者是我要变成是以前的境状。现在我们对陆配的执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武统的言论不可以？
但是呢，你虽然不是武统的言论，但是你的讲话我不喜欢，好，是不是也不可以？照理说，来到台湾应该是认同台湾、热爱台湾，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所以这让大家也不禁怀疑背后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政治意图。我想这也涉及到台湾的国家安全，特别这个部分有可能涉及到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台湾就是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绿配官员小月伫台北街路大声公统战，也有绿配官员表示早暗红旗的插满台湾。伊秘书表示，针对检举继续查核，另外欢迎采取夜离境的时间是25进前。内政部表示，目前伊还未离境，时间一到就会向强制驱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英海运两个进前员工涉嫌陷在一个员工斗坑，在今年1月呢，利用这港口安全检查空棚，对泰国走私上千万的毒品。桥头地检署在今日依照毒品罪起诉这3个人。中英海运表示，讲这涉案员工已经自日，暂时无要回应。这个查甫人想要骑摇摆个逃走，警方给压制伫咧涂骹。口袋。行经几路线头行动，掠到几路人到案。因拢不是中英海运的员工，涉嫌甲在职的员工交结，甲毒品走私登来台湾卖。具体逮捕该海运公司赖姓船员、蔡姓及刘姓离职员工等3人到案，一举瓦解该海运公司现职离职员工内神通外轨的运毒管道。被扣怀的毒品规大堆，有大麻花、大麻粉、大麻烟弹，重3.5公斤。若是落入去市面上，不法的迄例要甲1000万。检警调查发现，涉案的前员工伫泰国买到毒品了，交予现任的船员，藏伫咧随身的牌仔内面，就着港口安检的漏空，船员会当免检查，甲毒品再回国内来转卖。那这个案件经我们的调查了解，系属涉案船员的单一个人行为的事件。那目前了解，并无其他船员涉案或者是扩大的情形。中英海运说明讲，涉案的现任员工伫案发了已经主动离职，对案件暂时无做回应。历经安检的组织机关之一的关务署，伫法国进前是也无回应。不过涉嫌走私大麻入境，检方已经伫咧离世，依照毒品条例顶罪嫌起诉3个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安定有一间电镀工厂下晡发生公安意外，业者表示讲是外包厂商伫咧补药水的时阵，无细力甲这漂白水淋入去，所来产生裂气。消防局表示讲，目前用储水的方式，甲这二楼的裂气变较薄挂，目前人员已经疏开。这场意外呢，造成1个人救无回来，4个人呼吸道受伤，也有6个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大量水雾一直喷入这间电镀厂，因为到伫离世下昼2点外，台南消防局协报，电镀厂发生公安意外，其中1个人伫现场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因为它的 PAC 的部分加漂白水，产生氯气之后，它那个闻到之后，就整个昏倒了。倒倒的部分有一个现场 O 卡，然后4个部分严重的整个呼吸道灼伤，6个部分因为身体不适的部分，我们已经后送了。警消挂片搭到场抢救，现场除了喷水雾、降低氯气浓度，也开启风信通风。根据业者表示，是外包厂商在做补药水作业的时，亲像将漂白水浸到助力化炉，再产生有害气体，造成员工陆续出现身体各样，接受到1名员工就安尼失去性命现象，和业者真艰苦。当然了，他从那个退伍汉我做到现在。这感情拢真好。对啊，汉我换了2个工厂。对你事情来讲呢 ，PS 新泡完，我一定爱先迄个讲，我一定爱先提开洗，因为 PS 跟漂白水不相容嘛。对。我一定爱讲洗，我等下洗，我用了佮倒对 PS 去。哦，变成漂白水怕比 PS 来得伊安尼。对啊，我看到迄个，我害死1个人，我无惊。环境部专业技术小组也去现场侦测空气中的氯气浓度，目前所有员工拢已经完成疏散。后续状况由爱等相关单位进一步的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台中大甲发生真严重的车祸，一台台电工程车经过路口时阵，和一台沙石仔车相撞，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呢是这台电人员，伊喷出车外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警方初步了解，有可能是这2台车速度拢无放慢造成的。那这件意外也害当地上千户失电，目前台电已经伫咧修复啊。救援人员赶紧甲掉伫车内伤者甲救出来，随送医急救。不过其中一个人伤势相当，赶紧送医也是不幸死亡。较严重的55岁罗姓男子，头部有明显外伤，到院前已无生命征象，经抢救后于12点33分抢救无效宣告死亡。2台车大力弄落去，这台台电工程车司机的椅仔拢歪去啊，挡风玻璃拢破了了。另外一台沙石车车头是落伫边仔的水沟内底。事故发生伫20中昼11点左右，台中大甲的南北二路甲东西4路一段路口，2台车相撞，弄甲真严重，总共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4路台电人员感觉咱无甲安全带，结果互弄飞出去。做过直接飞来的哈，恁2个入掉，一个飞出去。所以2台拢有做过。有啊。工程车1名乘客于事故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与砂石车与工程车驾驶均受轻伤。警方讲，双方拢无啉酒开车，因为当地是无号志路口，敢若是沙石车无小让，台电工程车也无减速，造成事故原因也调查。今日车祸甲这个电火条弄断去，结果造成上千户大停电。工程拢无法度运作啊！都无电就无迄落啊！你看迄规个电线甲电条拢扭断去啊！一弄咧就样无电啊！哦。事故当下造成1095户停电，目前已复电1078户，剩余17户，台电目前已积极抢修中。台电讲，这3个员工伫完成有线排电的防护管线装设工作了后，无受到发生意外。台电也伫警方采证完成了后，赶紧伫20时暗时来恢复供电。记者综合报道。电价审议委员会安生拜五要公布上届新的电价，有风声讲会起6%。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表示，这由这电价审议委员来决定。另外，立委也关注到咱台湾通货膨胀连3年是超过2%经界线，那全国在起电钱敢会调悬这 CPI 咧？主计长陈淑珠伊是认为讲，那阵起电钱就会来调悬。各界预测，台湾的4月电价可能会调悬，平均电价调整幅度6%。有立委关心台湾通膨连续3年拢超过2%的警戒线。主计总处2月预估今年全年 CPI 年增率是1.94%。这敢若是电价真正调悬，国内通膨是不是阁超过2%咧？如果有电汇有调整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做一些上修啦。对于电价调整状况，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伊无法度决定电价，不过会尊重电价审议委员会的决议，经济部则做执行，同时会向大院争取拨补，因为拨补会当增加台电财务，阁会当减少负债，减轻台电利息负担。只是若是这届电价阁调悬，都创下4年来第5届调悬纪录。外界关心这届传出电价调悬对象，包含主题用户甲小店面，差不多1450万户受影响，整体平均电价起价幅度是伫6%。经济部长郭志辉嘛做出回应。如果最后也是占6%呢？就我在主持的会议里面，没有这一个6% 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案子。光是电价一上来，对很多企业影响就很大。每一个产业不会一样，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电价审议委员里面也有这个工业总会的代表，也有商业总会的代表。我想他们会充分的反映给所有的这个委员，5次加起来，你知道要涨多少% 吗？看一下，别人涨80%啦，我们到目前才涨40%啦，涨48.9%。另外，电价法伫2017年修法，当时要求台电爱伫今年年底完成抢帮分离，打造电力自由市场。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考量国际情形，也甲极端气候带来的电力调度挑战，所以台电会维持综合电业的组织形态，确保电网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关西凤山溪2年前，因为爱斯巴达公司因这低档金属的桶仔破去，有毒的物质流到溪底污染水源，害这水呢无法度互民众使用。自来水公司就告这爱斯巴达一审判决，爱赔予自来水公司476万。
2年前，新竹县西的红山溪水面也出现浮油，空气也散发臭味。因为污染，自来水公司紧急停水6000多户无水通啊用。检测水质证实含有毒的液体，发现是附近的公司艾斯巴达储存含有重金属毒物的桶啊16楼，然后伫溪中污染水管。我们提到644，因为是我们所有一些设备。我们修了哪一些东西，全部加总起来644是有依据。那他现在判赔到476，当然我们会尊重。停水后民众真受影响，自来水公司紧急清洗水池顶的抢救措施，事后向艾斯巴达提起644万的损害赔偿官司，一审判赔476万。他求偿是求偿给水公司，水公司赔给居民的只有用水费的多少，比那个赔偿费连我一个洗水塔的钱都不够。对于这个结果，受害民众认为也是无法度弥补迄当时的生活无方便。长期关注当地水资源的环保团体是希望红山溪会当设置水质水量保护区，和不法工厂无法度设厂。水质水量保护区因为政治因素没有过哈，我们守护协会可能也会想说。等于是提告求偿啦，替民众提告求偿啦。废污水的这个排放点有没有真实的去盘查它？哦，这个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它的县辖的区域确实是大，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再处理其实往往都是来不及的。官团也希望官府，就算已经注销艾斯巴达的工厂登记证，会当继续关注当地水质的保护。今年他们是担心的这个废弃物处理业当年度的时候，因为他们自行评估，他们就自主了关厂。官府强调，有关款团关心的水质水量保护区设置案，保证有关由环境部审核，会继续关注专案的发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条，台南乡亲爱注意哦，有10个行政区第25透早9点开始呢，隆重30点钟要停水，还有降压送水，是要来施工。这回施工是为着要配合着这河川治理还有排水相合的改建工程，停水的影响到24万户。自来水公司有规划51个灌水站，也呼吁民众爱提早做准备。但有一间餐饮业者提出来桶仔赶紧咧盛水，因为若袂顾吃无水，定着跋倒做生意。遐那伫北区洗衫店业者嘛，因应停水，半暝啊就提早来洗民众送来衫。还有这人客提早来应空的头毛店先防洗头，因为沙特个台南市10个行政区25透早9点到26下晡3点，要停水甲降水业时间30点钟。这些民众认为生活上加减的无利便。阮真得水塔有水就罔做，啊无水。也是得来休困。哦，所以明仔载拍算要休困了。应该无水就爱休困阮嘛爱留阮家己要洗呀。停水停电应该都是会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民生啊，对啊，多多少少会的。那台南市学生人数增3个文员国小，嘛伫停水范围内，学校提早通知学生，如果爱对厝炸地来，无就惊地基啊无够用。即摆停水是因为自来水公司配合国土管理署推动河川治理甲排水相含改建，这项工程影响将近24万户，是台南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停水。整个一个停水区域，我们在每一个里都设有这一个取水桶，那这个我们都配合整个里长一个选定的一个位置，我们备有8台的一个水车来巡回补水，让市民的整个一个不便降到最低。自来水公司讲，停水期间有51个临时供水站，要随时维持供水量，互民众会使紧急取水。伊嘛会定时监测各区里的供水情形，若有需求就会加派车来补。另外，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用水问题，会当敲24点钟服务专线1910来询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条，唔知奇怪安尼做是有理也无理咧。这彰化县机关赖清比一直咧面册铺文讲，伊事件的代志呢，甲这车驶到这彰化王京派出所临时叫停，不过值班的警察是爱伊赶紧刷走。这机关就批评讲，这个警察的态度真歹。即马警察局是出面来回实咧，也讲要启动调查。不过外界是质疑讲，这机关伫咧使用特权。赛车的是彰化县议员赖清比，日伊去彰化王京派出所，想要甲车停伫咧派出所的停车格，却和警察起冤家。口气呀、态度都不是很好。我下车的时候，我有回他说：“你还保险会冲他。”他也很不爽，他说我没有跟他借。
罗昌美讲，迄天和朋友见面要摕物件，毋过车位歹找，就约好势伫咧派出所见面，甲车驶入去派出所内底。罗昌美强调，伊要临时停车，人袂离开，说互当地的警察管。罗昌美甲这过程铺伫网络顶挂，嘛通知县警局。这局长毋但回失咧，佮讲要甲这个细路的警察启动调查。那沟通过程中有产生误会，那后续的细节我们会再调查。来到王京派出所，这停车格有标示警备车规，而且这挖进街仔路，这停车位是真歹找。有不少民众讲，就算街仔路找无位，嘛被直接甲车驶入去派出所。通常一般民众不会停派出所门口啊，何况他又是议员。民代表甲民众徛在同边，民有特权，你若变做物件招，一般警员嘛会招你啊。啊！你无表明，人也毋知你议员啊、讲员拢毋知啊。警方表示，民众若有紧急需求，或者是要办公，拢会使停车。若是议员嘛，防止伊讲利用代表的身份使用特权引起争议。伊的面册互老话批评，这手机伫咧半暝嘛有17通骚扰的电话。罗昌美呼吁外界爱冷静，针对无理性的批评，伊嘛会提告。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同款是看中华有一个警官咧去到罗水溪保护运动，煞去互狗仔攻击，加在是人无安怎。当地民众也讲，这定定呢，这附近拢有这狗仔会掠人，也个掠车。当风水也讲会派人来了解。狗仔看到人甲车，就歹清成伊伫吠，身边嘛无主人甲锁啊。中华分局副分局长张金邦前几工进行大甲马绕境勤务自我训练，走经经过南中华罗水溪保护道路，煞互3顶狗仔包围攻击。加在伊保持冷静，找棍仔防身，最后顺利离开。伊将规个过程铺上网引起讨论。他们就一直往我这边来啊，我就是蹲下，我还有拿棍子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很靠近啊，我就边退边走这样啊。你经过他都会追你啦，包含汽车啦。啊，地带，惊哟！啊，比迄山丘啊长。啊，因会甲恁用无？会用。张金邦讲，迄天上侪有20只狗仔甲伊包围，当地民众也表示，狗仔虐人甲车的情形常常发生。中华关动物防疫所表示，会先派人去厘清大阵的狗仔是流浪狗，也是有人饲的。如果说是有流浪狗追咬人的部分，我们会再把案件请所辖的公所清洁队去捕捉。那如果说附近有住家，那有一些自己养的犬只的话，我们会请同仁去宣导饲主责任。今年2月，中华丰苑才发生一个80几岁的妇人人骑大埔车出去，受到民众饲的狗仔，也有流浪狗甲伊虐，就安尼摔倒受伤。即马南中华也传出狗仔甲人虐，动物防疫所强调，若确认是流浪狗，会通知公所的清洁队来甲伊抓起来。若是民众饲的，会要求主人管理甲看守啊。若口腔袂听，会当移动保法第31条，开罚3000块到15000块。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日本劳资双方今年第2轮谈判结果，企业同意加薪水5.4%，是这34年来调上界多。虽然对于劳工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几年因为这日票变薄，加上通货膨胀，日本的这实际薪资呢，实际上是一直在退步的。日本上大劳方团体日本工业总联合会议表示，伫今年第2轮的谈判，资方同意调薪5.4%，比起1礼拜前预测5.46%较低，啊，不过也是34年来上悬的调薪幅度。日本的劳资双方会伫春季进行集体谈判，叫做春斗。大企业会先结束谈判，尾仔则是中小企业，所以最后公布的总结果会比第1轮谈判的数字较低。调薪消息传出了后，劳工表示加薪互人做事较拼死。やっぱり世の中の物価が結構上がってるので、賃上げしていただけてすごく自分の生活的にも余裕が出ましたし、精神的にも余裕が出て、全体的にあと仕事も頑張ろ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もなれたので、すごくそれ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不過一寡日本民眾感覺通貨膨脹的壓力更較大，表示落地也是變變。夫団体職員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さほど上がったっていう話はしないので。ただ厳しいだけになってますね、生活が。
日本的经济无好真久啊，薪水甲物价一直真低。不过最近2年来，通货膨胀的趋势明显，互日本央行伫1年内已经相关利息3改。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2024年平均工资，平均月薪是33.200日票，差不多是台票7万外，已经是1976年来新高。不过薪资成长也是对袂到通货膨胀的速度。最新资料显示，今年1月的薪资伫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了后，甲去年比起来也是下降1.8%。公司新闻尤派准编译。南非驻美国大使顶礼拜伫一场研讨会顶头，伊来批评 Trump 和美国国际伟大运动是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这言论呢也引起到美国政府的不满，该列做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要求伊72点钟内就要离境。不过，这位大使等到南非的时阵，受到当地民众欢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一伫社群平台 X 宣布，南非驻美大使拉苏尔，互人列做不受欢迎的人物，要伫72点钟来离境。卢比欧引述媒体报道，讲拉苏尔伫一张线顶讲座表示，互美国再次伟大口号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对人口组成愈来愈多元的回应。这段谈话引起美国官方强烈的不满，尾也决定赶走这个大使。拉苏尔目前已经登去南非的开普敦，伊落地了后，南非民众甲当作英雄的欢迎。到场成员的民众表示支持伊坚守原则，无向美国屈服。I am here to support Russell's family, and also, you know that South Africa is a place of its home. 拉苏尔本人是讲，伊未放弃维持两国关系，啊，不过对家己的发言无感觉后悔。We cannot sacrifice that. We cannot sacrifice the Palestinians. We will not give up on BRICS. We will not give up 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we will also not give up with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南非甲美国最近关系向向变歹。南非伫今年1月通过一项法案，允准征收土地唔免提供补偿，目的是改善种族中间土地分配无平均的问题。啊，不过这个政策去互川普批评是抢夺当地白人的土地，尾啊伊唔拿发出正式的声明谴责，搁伫2月底至3月初停止援助艾滋相关的民间团体甲官方计划，互一寡南非的民众感觉真生气。南非政府虽然想要谈判，啊，不过目前并无取消法案的迹象。公司新闻尤派准编译。讲到这特斯拉的这屏长马斯克进前就表示讲，这旧改晶片的制造，唔但牵涉到人工智慧竞争，也牵涉到美国安全。那准这中国来入侵台湾，会严重威胁到全世界先进晶片的供应链，直接冲击到美国科技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就学者建议讲呢，咱台湾爱用晶片做优势，积极和美国沟通。台湾伫全球晶片供应链有重要角色。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进前伫接受访问时，搁再讲到台湾问题，讲国家晶片的制造唔但牵涉到人工智慧的竞争，也牵涉到美国国家安全，对着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感觉烦恼。Yeah.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what happens to the world? Well, if they were to invade in the near term, the world would be cut off from advanced AI chips. Currently, 100% of advanced AI chips are made in Taiwan. 马斯克认为，台湾 AI 晶片有关美国国安，美国需要加紧伫国内生产来保证国家安全。学者分析，台湾应该以晶片领先的地位的优势，尽可能凸显台美共同利益，正做谈判条件，积极甲美方来沟通。台湾在这个位置上，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地缘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环绕着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要把制造业包括晶片这个整个产业链都能够移到美国的本土。国防部临时公布，上星查到9架次强机、10架次强舰强船进了台湾，有过中国2台的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防空识别区。为了反制强军威胁，今年的汉光演习也以2007年强军可能犯台为设定，加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斯这人的警示时程表符合，引发讨论。2027年，习近平可能寻求4连任。那在军事上是中共就是军改10年，以及中共建军100年，所以变成一个政治军事交相影响的一个时间轴选项。台湾把握时间，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不仅是可以确保国家生存，而且可以展现自助人助的这个特性。
深化台美外交，驻美代表吴大雷出席世界大商联合总会活动，讲到台美伫包含打造飞航供应链、确立 AI 主导地位、军工产业这面向应更加密切合作，并且推动避免商战扣税，也有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商谈判等，希望双方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罢免人数一直出现伪造文书或者是死亡人数的指控，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今仔日去到北检告发兵团，讲是涉嫌伪造文书和违反着告诉法。民进党阵营也在今去到北检告发这拿赢针对立委5派的罢免人数，这错误做纪律有够四成。那这拿赢智库副执行长林涛，伊是讲民团扎队有80个民进党立委罢免人数补件，会当积累到第2阶段人数。不过中选会是强调讲，会依法使用户政系统来扎队，绝对不是民团会当去做扎队的。全台大罢免一直传伊有死亡人数的消息。进前台南地检署向法院声押国民党市党部副主委甲一个4楼的查甫人。20时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到北检告发民团3度被害，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告诉法，呼吁检调卖商战标准。这些委员呢被伪造的情势，台北地检署也不要睡觉。我们针对的是罢免王宏威的团体，因为这是在台北嘛。那我们各地包括南投各地也都是会同步。我想全国的地检署都应该要站起来，赶快做事比照台南地检署风风火火的效率。国民党自己被公民发动罢免，不思进取，发动反制罢免。那这个反制罢免里面出现了大量死亡连数，才让大家去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抄名册嘛？结果你们反制的作为就是对公民提告，对公民来说只会让我们越挫越勇。同一天，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刘耀林也到北检告发反制点名国民党青年军针对民进党立委5派1个罢免人数，错纪律达到4成，全台上悬。其中包含提起进前死亡108人，涉及无关4个月391人。吓死人了！10份联署书里面竟然有4份联署书是不合格的。他们这些行为真的把中正万华所有的公民跟选民当作猴子在耍。中选会呢，他过去也已经公告过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早就已经认定说吴沛忆委员的罢免名册伪造情事是0，很怀疑为什么伪造情事是0，却又隔了这么久才去做告发的动作。全总共35位泛蓝立委进入第2阶段人数，不过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领导讲，对着民进党立委的罢免人数补件了后，会使进行第2阶段人数的，100到80个关啊，其中包含吴思瑶5派1这人。现在质疑为安怎？中选会一直不爱公布。不过中选会发出声明，强调罢免提议也是人数名册拢是依法查对，并且含有法定机关像行政机关，不是公民团体，也是罢免团体。记者综合报道。前交通部长郭耀基23暗时因为主动脉剥离送病院急救，开刀了后情形无理想。24中昼呢，这家属同意陪讲放弃急救。这郭耀基才到69岁，医生也要提醒讲，即马早暗温差是差真大，真高引起到这高血压。那这高血压呢，就是主动脉剥离的主要原因之一，请民众爱特别注意。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不是一个贪污犯。对假头化完后，伊是前交通部长郭耀基第23案传出因为主动脉剥离，送去成功病院急救，院方紧急开刀装叶克膜，手术了后继续伫家护病房观察，最后经过1暗甲死神对抗。郭耀基家属24世纪同意备讲在1点医毒卫生设备，宣告死亡，享受69岁。昨天在耳边，大家都跟他讲，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完成。医师认为也没有再程序的可能，所以后来就决定在11点钟左右爬完。郭耀基伫2006年接任交通部长，也参与选上崩坑完工通车。说伫今年8月 ，ETC 过度电子收费政策争议请示落台，下定了后，国家假日南京湖集团贪污官司，方检议受政府2万美金的地比权事件，方以贪污罪判刑8年定案，加做头一位入阁的交通部长。当时我们就觉得，不管他有没有醒来，所有家属跟律师都会愿意继续打这场仗，一定要恢复他的名誉。
郭耀基过去一直坚持讲家己无罪，认为判决无公平。2016年，佮因为调监申请保释就起，高达9年，却因为主动要剥离过身，卫福部国健署提醒，主动要剥离通常更过急，而且致死率真悬。根据统计，一半以上的病人伫发生了后48点钟内死亡，甚至伫疾病开始都发生雄死亡。所以一旦有相关症状，一定爱随就医治疗。血管内的压力突然上升的时候，那像一把刨刀一样，就把主动脉内膜把它刨起来，造成主动脉破裂的话，基本上它的预后是非常差的。医师也特别提醒，大约9成拢是高血压引起，民众爱妥善控制血压。另外，高血脂有部分习惯，长期透眠唔困，情绪波动大，甚至天气变化、人的温差上大，拢是高风险因子，袂当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间火锅店专门卖太了后无冰过牛肉，不过最近有民众去用餐，回来了后就是吐骨头，医生诊断是急性胃肠炎。台北市卫生局就表示讲，会派人去到店家进行稽查。讲是逐工台南地上的新鲜温体牛肉到台北的出名火锅店，进前传出有民众特别为讨园前北用餐，两个人开始牵挂，无想到转厝了后，两个人陆续出现吐甲腹肚痛，好亲像是无中毒的症头，紧急挂急诊就医。凌晨2点，我女朋友就突然从床上跳起来，狂吐、暴吐，然后呢，倒在床上，就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然后呢，一直跟我说她肚子很痛很痛。所讲的温体牛都是无经过冷藏也是冷冻的牛肉，避免水分结做病症，破坏肉的组织，影响口感。所以牛若是杀了后，6至8点钟内爱送到肉摊、店面，也是消费者的手头。若是放伫室温保存，真菌生细菌，有食安的疑虑。在这种长时间的这个室温的暴露之下，其实很容易滋生很多细菌哦，像是大肠杆菌啊，或者沙门氏菌这类的细菌，其实都有可能哦，就很容易造成急性肠胃炎。有其他火锅业者表示，会特别经在地台湾牛，而且规只牛运送到新北泰山屠宰场，每一早运送去各店头的路程，拢会以恒温4°C配送，以确保消费者安全食入腹肚。开业11年来，毋捌发生过消费者反映讲食煞有落下情形。刀具或者是砧板的部分，都是要它专属的，不能说你拿这个刀又去切猪肉又切鸡肉，那个就会有交叉感染的疑虑。台北市卫生局接到民众投诉了后，会派员去这间店进行相关的稽查，看到底倒一个所在出问题。经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但是，互人投诉的业者已经发声明，甲用餐食歹腹肚的民众表达关心甲慰问，同时主动甲食品送验，报告出来爱7天至10天。伫报告出来之前，愿意主动专业退费，并负责看诊相关费用，一定会以高品质管控卫生甲食材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接到တင်情，讲台南某一间海产店在网络直播拍卖，做活动虽然有送物件，不过也是强迫民众就爱开钱来买其他物件。若准唔配合呢，就要公布民众相片。消保官是认为安尼性质可能违反着公平交易法和雇主法，也派人去调查。来到台南这间直播水产专卖店，民众只要开10块，就说参加踅轮盘促销活动。轮盘的选项除了免费的醋鱼一拿，也有免费的油来冰一杯等等，也有一半选项是现场消费特定的金额。一定要买吗？你转到100就一定要买啊？不管被要求强制消费，民众投诉台湾消保会，因访查也发现讲，民众若是涉到消费选项无买，业者私底下讲要公开相片这个人资料，并且打负面的标签，呼吁业者是停止，也发文给主管机关，有可能触犯公平交易法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疑虑，而且对消费者的权益可能有损害之余。不过业者出面发文案讲，促销活动除了要求消费以外，要10块，会再加任何草莓这个提早的选择。参加剧情都有明确甲消费者讲，上面游戏规则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转一次10块，那你转到东西我就送你啊。如果你转到现场消费，你钱也没有不见啊，只是在里面消费，我也给你发票啊。业者无奈讲，收到免费的商品就愿意参加，要若收到爱开钱消费的就拒绝，对店头真无公平。其实直播卖商品，也常常看到业者拄到消费者挑工放弃这订单。大量恶意的来跑单或弃单，而且商品是属于易腐败、易破碎，涉及刑法第355条诈术使人损害财产的规定。
律师提醒讲，网络交易是属消保法内底通信交易个情形，消费者原则上有7天审阅期，并且会使无条件解除契约。也毋过商品若是属卡派去，也是个人卫生用品，就无伫这个限制规定内底。台南市消保官也提醒，直播也是网络消费行为是100种，拄到消费纠纷，建议直接申诉，由专业人员来协助认定也是排解。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表示，到拜四进前天气稳定，上热有到32度，天气好，空气干燥。顶礼拜六这台北观测的湿度干那8%尔。医生也提醒讲，这湿度低就爱加啉水、抹面油、挂水颔，提悬呼吸道湿度，保护家己健康。那气象署也讲，虽然来袂亲像2天遐尼大，不过过到了后湿度有关会较低。有不少民众拢穿短裤、薄衫，拜一全台拢好天，24祭开的春分也拄过，后礼拜就是清明，大家对清明的印象拢是可能会落雨较担心。不过气象署表示，到拜四进前，全台各地头拢是好天。前2天因为高气压中心伫台湾附近有沉降作用，所以湿度较低。拜一高气压有往东线，日本南方海面的一寡水汽影响台湾，就会有较淡湿的空气，袂像前日啦遮尔大。那从今天开始的话，高压慢慢比较移到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会带来比较暖湿的空气，所以相对来说湿度的话，虽然说中午前后还是稍微低点，不过不会像过去2天那么低这样。气象署表示，拜四进前天气较干燥，会当看到拜一过到过湿度大约伫25%左右。但在病院医生也提醒，人适合的湿度大约伫50%到70%，若是湿度上低，会致使皮肤伤打闭开，细菌病毒也较高进入呼吸道。鼻仔内底一个保护的作用，就叫咱的鼻毛吼，对于细菌啊、病毒吼，伊应该阻挡。你若讲伤过打扫时阵，咱一般来讲，伊阻挡细菌甲病毒的功能会较差，吼，这嘛是一个问题。因为湿度较低，细菌甲病毒伊的速度就较紧，传播的速度较紧。医师表示，面对上大的环境，建议民众除了补充水分，也通挂水颔，提悬呼吸道的湿度。抹乳液保护皮肤。另外，气象署也表示，拜四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2度左右，因为天气大、湿度低，辐射冷却效应较大、较明显。地区早晚温差会变搁较大，不过乡亲唔通抓准天气会开始烧热啊。气象署提醒，拜五开始受锋面加上东北季风热南影响，天气会搁再反寒。记者张家嘅小桂玲台北报道。已经过往的画家周丁宏，伊的作品呢，目前伫咧台北上山文创园区展览。这幅图呢是甲画家的小弟手来展览的，想袂到雪工创家拍无起啊！报警查了后，才发现讲，这现场根本就无监视器。我们就没有想要卖它，所以你要我说赔偿或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只希望把它找回来。它背后所代表意义更深的是，我觉得我跟我哥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连结。思思念念，敢若希望亲人在生的画作会当搁再出现。已经过身的画家周丁宏，伊的亲人甲珍藏的非卖品交出去，不过伫展览结束进前，画作煞无去啊。11点半的时候，我们有确认画还在现场，然后大概是1点到1点半之间，工读生有出去买饭，然后回来他就不见了。他的那幅画又不大，所以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放在包包里或者什么的，那他可能就拿走了。周丁宏在生的画作展览，当伫咧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展出，挂伫壁顶的土仔图画，第二伊敢若剩一粒钉仔，因为现场自由出入，并无卖票。亲人紧急报案，不过展区内并无监视器，是啥人甲画偷摕去，到当有关无清楚。接获报案后，即立即调阅松烟现场与周边监视器，客证厘清窃嫌身份。上演回应讲，包含出入口、走廊、公共区域有180台的监视器，展览空间因为运输等考量，园方未统一安装。不过，出展方的相关安保也互自己讲感受有疏失。我本身也是艺术家，就是做个公益展览，真的是很想不到，就是造成大家那么大的困扰。当初并没有评估好松烟的人流会这么多，然后工读生在购买午餐的时候造成这个疏失。出展方会室内温路伫人流的安排会搁重新规划，强化安全管理。不过草头光明正大甲画偷走，也互周丁宏的亲人真着更搁艰苦。除了报警，也希望透过社群找话，维系的画作会当早日回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高雄左营大路24早起8点，有民众听到砰一声了后就熄电啊，敢若停电6秒尔。台电表示，讲是因为这高山啊去摸到路顶的变电啊，造成跳电，受影响有400多户，会加强线路的巡检甲维护，降低事故的发生。 24早起接近8点左右，民众骑车经过左营大路，雄雄嘣一声，连面就看到远远迄边一阵火星冲出来。当地虽停电大约6秒钟的时间，台电高雄区处表示，停电意外是因为台湾高去吸到变压器引起跳电，受影响的户数大约有402户。加在因为停电的时间真短，民众拢唔知影发生啥代志。不过若是讲到高山，民众拢讲有看到。嘣一声，个电筒砰尔呢，我看了看无明显，我都要起来出去啊。3礼拜前来看。3礼拜前哦，啊你看到几只？2只。2只啊，伫搭看到的。迄个较晚迄落遐。啊，伊较早来才会共抢物件，是啥无啊？我就伫顶面，我看伫山顶尔，无看啥货啊。 为路口监视器画面也当看到，因为高山吸到变压器造成停电，画面变乌去。6秒以后，电来也涂骹也倒一只狗。根据台电统计，一般事故停电因为外力所引起的大约有5成，其中因为动物地数的占4成左右。因为高山无固定出现的时间甲地点，台电无法度来预防。但是针对鸟啊、碰刺、蛇等等的动物，因拢有加强巡检。本处平时除了加强巡检，同仁还会在小鸟繁殖期 加强巡视筑巢的热点，那提前呢清除鸟巢，也会加设防蛇网，并针对动物场出没地点进行设备及线路加强备附，致力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台电表示，加在这摆意外无造成其他损失，受损的设备紧急抢修也恢复正常。后续因会加强线路设备的巡检维护，降低停电事故发生。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 根据中华关野鸟学会统计，目前过境的南路鹰有8000多只。鸟会表示，讲到4月之前，应该拢有机会看到规定的南路鹰。另外，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南路鹰，鸟会也举办市集，也有导览活动，来介绍南路鹰，也有在地生态环境。用千里镜观察天顶，因为即阵当时南路鹰过境中华时阵。 中华关野鸟学会顶个月启动南路鹰过境的数量调查，但是因为前一阵仔天气反寒，佮有落雨，目前观察到的数量无算侪，大概有8000多只。咱讲南路鹰吼，灰面狂鹰，逐年咱这10几年来固定拢差有3万几只啦吼。啊，到目前为止，阮鸟仔会调查员伫个摄影平台调查到，到目前差不多7、8千只。 南路鹰是对季节搬徙的保育类岛鸟，逐年的10月会经过屏东飞去南洋过冬，反当年的春天会沿着台湾西部经过八卦山甲大肚山往北边飞，有不少民众拢会趁机会来看鹰仔。野鸟学会也举办生态市仔甲导览活动，互民众认捌在地生态环境甲南路鹰的特性。那灰面狂鹰来到八卦山，它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地方，让它作为一个夜晚栖息休息的地方。 那所以像挑水古道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森林，比较原始的一个样貌，就可以提供灰面狂鹰一个很好的夜栖休息的地方。之前都想讲随来就随有看到南路鹰，啊，不过阮都是较无熟悉这鸟仔的习性，渐渐啊才会知影讲透早鹰仔会起鹰，啊下晡的时阵会落鹰。 中华关野鸟学会表示，天拄拆开的时阵，南路鹰会开始爬起溜飞，佮有暗头啊，南路鹰准备休困，同时观察鹰仔的好时机。鸟仔会预估到4月底进前，应该佮有机会看到规大阵南路鹰过境的画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美国的科学家发现讲，会模仿咱人讲话研究鸟，事实上呢，是因为因大脑运作部位和模式和人类正接近。这项发现希望讲会当替人类因为这疾病造成语言障碍，找出解决的方法。 画面中正边2只虎皮鹦鹉叽叽喳喳讲袂煞，倒边这只哪些鹦鹉也阁会洗过头去听。鹦鹉学人讲话会能力真强，而且会晓讲的词真丰富。因是安怎做的呢？美国神经学家伫实验室记录虎皮鹦鹉的大脑活动，发现因讲话时脑部运作区域甲模式，甲咱人的大脑中负责言语的运动皮层真亲像。Surprised to see is it was laid out more like a human speech control region than it was
these similar kind of areas that we would find in the Songbird brain. 科学家指出，好培养果前脑存在一群特殊的声音细胞，这个细胞就像钢琴的琴理同款，无同的细胞负责代表无同的声音元素。 So if you imagine the bird makes a lot of vowel sounds and consonant sounds, there are vowel cells and consonant cells, and even within vowels, it will make high pitch and low pitch sounds. 研究团队为了验证这项发现的特殊性，也对未晓学声音的斑胸草雀做同款的实验，结果显示斑胸草雀的大脑中并无出现这种有规律的声音地图。这项发现让科学家真欢喜，因希望以好培养果做基础，为人类因为疾病造成言语障碍找到治疗方法。 And so what I think we want to do is find out what the equivalent region is in the bird's brain,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a concept and turning that into a vocal act,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breaks down. It breaks down in Parkinson's, it breaks down with Alzheimer's, it breaks down with stroke. And we don't have a good animal model for this. And now I think we might just have one. 除了理解言语障碍，研究团队也阁希望未来会当更加进一步的利用科技，听白古早的好培养果到底叽里咕噜在讲啥物。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这几年，伫咧法国出现袂少台湾手册地店，其中一间叫做是来济，这店家用台语来号名。 这头家是两个来巴黎读设计才熟悉台湾人，因是伫咧2018年才开店，因希望透过食茶，甲台湾文化介绍予法国人了解。咧外店偌济店家店员拢通调整，毋过店内的人客拢是外国人。这是伫法国巴黎开的台湾饮料店，创办人林铁群和老何祖两人是8年前伫巴黎读流行设计熟悉的。因讲毋若珍珠奶茶像蚵仔奶茶和台湾口味的咖啡，拢真受欢迎。 阮其实嘛是会写阮台湾人生活的方式，阮的文化，选你家己介意的茶，选你介意的长度，甲你所爱的物件，所以其实伊是一个现代人享受茶的方式。创办人表示，特别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开店，除了是因身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嘛毋望透过台语甲手册地，互法国人了解台湾的多元文化。 我自己也是后来去到法国，生活了之后，我才有发现说，哦，其实整个台湾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再包括所以我自己也本身也觉得说，是想要开始去把台语学起来，这样就是把那个我说的就是失去的那个根找回来，这样子。 店内大部是有法国的民众和游客来交关，嘛请未少来法国生活的台湾人。所以表示，因为法国原来是多元民族的国家，所以因对台湾文化的好奇和接受度嘛真高。法国伊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其实因遮人种就侪，对，我感觉因应该从细汉就。 不管是邻居啊，还是好好的就接触到就这种无同款文化的。来恁茶兼体会台湾自由佮印度的生活文化。伫咧法国大几若档的创办人表示，这对外国人来讲是真特别的体验。因讲只要有人愿意因为安尼进一步了解台湾，来到台湾行搭，就是伫咧巴黎开店上大的成就感。记者卢尚珠、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16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7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